我哋呢個時代咧係靈性覺醒嘅日子，咩意思呢？就係大家都開始知道人嘅存在係有身心靈三個維度嘅。25年前咧好少人聽過咩叫身心靈啊，好少人知道原來呢個世界係我哋個心投射出嚟，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意念做各式各樣嘅嘢。我哋係生活喺奇蹟之中。25年前光行者就走在時代嘅尖端，開始喺香港呢一個地方，我哋嘅社區推廣身心靈嘅工作。經歷咗呢段時間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加入咗呢個行列，社會嘅需求亦都越嚟越大。我哋好多謝Santa Lau同埋佢嘅拍檔不斷咁樣推廣咁多嘅努力，咁多嘅成就喺全世界邀請到咁多猛人國際級嘅大師嚟到去帶領我哋，嚟到去啟示我哋。咁我哋一齊同佢哋光行者同人講多謝，多謝佢哋，祝福佢哋，表達我哋對佢哋嘅愛，表達我哋對佢哋嘅尊敬。多謝晒。恭喜光行者中心25歲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多謝 Santa Lau 過去咁多年邀請咗無數海外好優秀嘅導師嚟到香港幫我哋。今次就好犀利啦！Santa Lau 搞咗8場免費嘅工作坊，讓我哋受惠嘅。5月31、6月1，記得邀請埋你嘅朋友一齊參加，盡快報名。Thank you。大家好，我係 Esther， 我係呢個相聚一刻嘅主持人啦，亦都係咧匯智社嘅創辦人嘅咁樣。咁咧趁呢個機會咧，就咧恭喜啦呢個光行者中心25歲生日 ，Happy Birthday！ 耶！咁就好開心啦，就透過阿 Santa 咧就能夠識到一班咧外籍嘅導師嘅。我哋搞呢個身心靈中心咧，其實你舉辦一個活動啦，開得成班咧係好唔簡單嘅，尤其是過去呢幾年啦，係咪咁樣？咁而且仲要係喺外國 introduce 外國嘅導師嚟香港開班，就更加唔簡單。而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偉大嘅，某程度上點解？我自己本身以前係上堂精嚟嘅，咁我就成日都會去外國上堂嘅嚇。咁而家光行者中心就直頭咧，令到我哋咧唔使飛去外國，慳翻晒啲機票啊、酒店啊、食宿啊各樣，就喺香港咧就已經用一個非常之合理嘅價錢就可以上到其他外國導師嘅課程啦。你話幾好咧？係咪？亦都係透過咧阿 Santa 咧，我係認識到好多，做咗好多訪問嘅，例如係呢個 Tony Massage 啦 ，Tony Massage 啦，又係真係大師級嘅大師啊。雖然佢唔認啦，魏鼎老師啦，陳平博士啦，趙麗娟老師啦，呢個 Dr. Demetrius 啦，Danny Kursegera 啦，中意到佢死啦，係咪？周介偉老師啦，天使夫人 Lorna Byrne 啦，大家冇乜機會見到佢。Lorna Byrne 喺外國係好出名啊，特別喺澳洲嗰邊 OK。仲有 Tony 媽媽啦，非常之有呢個喺呢個靈性界非常有江湖地位㗎啦。阿 Santa 本身啦，當然我同佢做過訪問啦，張德芬老師啦，仲有係呢個加牌嘅 Martin Howell 老師啦，係咪？仲有好多我未見過啦，未曾有機會打過招呼啦，未曾可以同佢做訪問嘅老師嘅，因為25年嚟光行者中心真係帶咗好多好優質、好 outstanding 嘅導師嚟香港嘅。咁喺嚟緊嘅日子咧，係咧祝呢個光行者中心咧繼續為香港身心靈界發光發熱。咁過去嗰幾年咧，香港身心靈界咧係開始係呢個百花齊放嘅，就好多人入行啦，好多嘅新進導師啦，好多好即係精彩嘅活動發生啦。咁最緊要 Santa 自己咧係身體健康啊嚇，繼續你嘅工作，請更加多嘅外國導師咧嚟香港介紹俾我哋識㗎嘛 ，OK？再講一次 Happy Birthday 光行者中心。Hello， 大家好，我係 Amen。咁我記得喺中學嘅時候咧，上物理學講到 E 等於 mc²，講能量同物質嘅關係。其實裏邊咧有一個 c² 就係講緊光速嘅。我覺得光行者中心咧就係呢個光速。其實佢喺25年前咧已經有前瞻性睇到人類意識進化嘅需要，所以佢好早咧已經踏足喺呢個業界，一路用佢嘅方法智慧咧去成就呢件事。
我覺得有少少咧就好似空中妙有，即係話喺當時咧呢件事咧係唔係太多人認識嘅，但係咧阿 Santa 用佢嘅初心發心，加埋佢嘅智慧咧，不斷用妙法令到光行者咧走咗呢25年，連結咗世界各地唔同嘅好有能力、好有發心嘅一啲 petitioner 嚟到香港。同樣喺香港咧，係佢真係全程咁樣投入咧，創造咗光行者中心，帶嚟俾人類嘅重要嘅祝福。特別我喺呢度作為香港人，我好衷心多謝Santa 同埋你哋整個團隊，祝福你哋另一個25年到時咧就已經半百㗎喇喎，到時我哋再慶祝。我係新心靈平台嘅秘書 Stanley 中原，好開心知道咧光行者中心咧踏入咗25週年啦。大約喺11年前左右啦，我當時喺一個新心靈嘅網站裏面工作，係作為一個節目嘅主持，有幸咧邀請光行者中心嘅創辦人之一阿 Santa Lau 咧就接受訪問，令我認識到呢一位台灣嘅姑娘咧，唔單止性格平易近人啦，工作能力超強，而且充滿愛心同埋智慧。而當佢介入咗香港之後咧，都一直熱衷於喺靈修啦同埋學習身上，更加咧選擇咗香港作為佢新心靈事業發展嘅基地，夥拍咗佢一班嘅好姊妹咧，喺大約2000年嘅時候咧，開辦咗一間以新時代為背景嘅新心靈成長嘅中心。25年以嚟咧，光行者中心一直都秉持住為人類心靈成長、意識提升、靈性覺醒、自我療愈為初心嘅，為咗好多追尋新心靈成長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精神嘅指引啦，同埋個人成長嘅機會。所以咧，光行者中心咧，默默都喺香港咧付出咗好多嘅貢獻，而且咧喺咁多年以嚟咧，一直都舉辦咗好多優質嘅課程，例如家庭系統排列啦、臼井靈氣啦、領航嘅直覺塔羅啦、生命密碼啦，而且咧亦都從世界各地咧引入咗好多優質嘅靈性導師嚟到香港開課，令到好多香港人咧，即使足不出戶咧，都可以接觸到好多優秀國際級嘅導師。咁我想咧，藉住呢個機會咧，祝願光行者中心咧喺未來嘅時候咧，繼續發光發亮，為更多人咧燃點佢嘅生命，可以令到光行者嘅中心咧繼續永續發展，令到更多靈魂咧得到覺醒嘅療愈。咁喺呢度，我再藉住呢個機會，祝福光行者中心福慧雙修，智慧相傳，繼續服務香港。係，我係 Alex， 係香港大學嘅校董。咁我認識阿 Santa 咧就已經一段時間啦，就喺 BNI 嘅 Lighthouse Chapter 度認識佢嘅。咁你都知道咧，佢喺25年前咧就創辦咗光行者中心，到而家咧就25年都係幫咗好多人嘅。咁我咧喺呢度咧就祝光行者中心25年嘅生日快樂，希望咧佢可以幫到更多嘅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Hello， 大家好，我係 Carrie， 係嚟自香港噶。咁好想咧喺度咧借助呢個機會咧，恭祝阿 Santa 啦，同埋嘅光行者中心咧係25週年嘅一個慶典噶。咁當我收到呢個消息，邀請我能夠分享嘅時間咧，我就想象，如果25年前咧認識阿 Santa 同埋個中心咧，咁就好啦。因為咧，其實新心靈咧喺每個人內心裏邊咧，好需要去得到平靜啦，得到提煉啦，同埋得到更加大嘅空間嘅發展噶。咁如果能夠25年前咧已經有呢個智慧咧，去幫助好多朋友去踏上佢哋人生呢個咁唔同嘅一個培訓，咁唔同嘅成長之路咧，咁我特別欣賞咧係阿 Santa 佢呢一個智慧啦，同埋咁多年嚟嘅堅持噶。咁我自己咧喺佢最近呢幾年啦，咁喺認識阿 Santa 嘅同時咧，咁我自己對新生命嘅呢一個理解呢，都多咗好多，亦都因為咁咧，對我自己成個人嗰個內心嘅開闊啦，同埋咧對人生嘅睇法咧，都有更加深嘅一層嘅理解嘅。當然啦，我更加係能夠想象到咧 ，Santa 喺全世界引領咗好多唔同嘅國際級嘅一啲大師啦，唔同嘅一啲嘅經歷啦，嚟到香港，又或者從香港打去其他國家，幫到更加多嘅人咧，喺佢自己嘅人生嘅路裏邊咧，揾到一條屬於佢自己可以好安心，可以咧揾到佢自己嘅不斷成長嘅新生命嘅道路噶。
咁喺呢度咧，我再次祝賀呢一個 Santa 啦，同埋光行者能夠咧有另外嘅25年。我希望到時咧能夠再錄一條片，恭祝大家嘅。拜拜。Hello， 我嘅名叫做 Bernard， 我姓鄧，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今日非常之開心去恭賀光行者中心慶祝佢嘅25週年。其實咧，我識咗 Santa、Lori 係好耐，佢哋係我而家服務嘅公司 Asia Works 喺台灣嘅創始嘅一班畢業生之一。佢哋非常之熱心去幫助人，所以佢哋喺我哋台灣幫助我哋建立咗我哋一個基礎，令我哋可以繼續發展我哋嘅去幫助人嘅心智成長嘅工作。然後好開心，佢亦都喺香港成立咗一個身心靈嘅健康發展嘅中心。喺入邊咧，我哋都係佢哋嘅學生啦、參與者啦，同好多佢哋介紹嚟嘅一啲國際知名同埋非常之有力量嘅一啲工作者、光行者，我都有機會去接觸，包括咗係呢個 Dean Rawlings， 包括咗 Danny Kusugara， 包括咗 Martin Howell， 好多。我特別想去恭喜 Santa， 佢咁多年嘅努力不懈，同埋佢嗰份熱情始終不變。喺一度，我想繼續去祝願香港身心靈界同埋光行者中心可以繼續去成長，繼續去進步，發展得越來越好，長做長有，亦都係可以造福我哋呢個時代呢個世界嘅人。所以再一次 Congratulations Santa， Thank you for all the good works. Thank you。 Hello， 我係能量站嘅 Jamie， 恭喜光行者中心踏入第25週年啦！咁喺呢條路上能夠係我哋嘅前輩啦，一路帶領住我哋踏向咁多嘅愛與光明咧，我係好欣喜認識到 Santa， 好開心 Santa 咧亦都引入咗好多國際級嘅導師啊，讓我哋嘅眼界大開啦！我好記得2017年咧，第一次同 Santa 真係有緊密嘅合作咧，就係歡迎張德芬老師咧嚟香港呢個大型盛會啦，俾我哋好多嘅幸福同埋愉悅。其實喺呢咁多個年頭咧，我一路咧都好欣賞 Santa 帶領住唔同嘅團隊啦、老師啦同埋學生啦，繼續走向光同埋幸福之中。咁嚟緊呢，我哋會繼續祝福住香港嘅身心靈，我哋一齊嘅同行者，更多嘅光輝與美麗。呢個係我哋嘅本質嚟㗎，多謝大家。恭喜晒啊！光行者中心25週年，真係25週年。我記得上一次係20週年嘅紀念晚餐入面，大家一齊去祝賀呢個盛事。而今日係事隔咗5年，再一次係25週年嘅紀念日。首先好榮幸得到 Santa 嘅邀請，叫我拍一條視頻同大家 say hello。不知不覺咧，我喺光行者中心進行咗呢個靈性嘅工作已經有9年嘅時間。而喺呢個9年嘅時間入面，首先要好多謝各位學生嘅支持啦，亦都好多謝喺光行者中心所有盡心盡力嘅靈性導師。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入面 Santa 會揾多啲唔同嘅課題帶俾大家，幫助大家共同去成長。更希望嘅就係希望大家得到天界嘅寬恕，從而擁有健康嘅身體、無限嘅豐盛同埋快樂，喺人生唔同嘅範疇入邊，包括喺百年歸老之後嘅世界。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謝師傅 Lawrence。首先恭喜光行者中心嘅 anniversary， 同光行者都合作咗好多年。我本身就係專注於治療嘅，我嘅量子治療氣功咧就針對好多重病，例如癌症啊、中風，都做過好多病人。咁喺中心咧，我就開過
量子治療氣功班啦。咁所有人嚟到咧都係盡量幫佢睇翻身體嘅問題，同埋以動作去治療翻。咁有時好多人都自己知道問題啦，因為你睇咗醫生，但係喺個動作裏邊咧會更加睇得更加清楚一啲，更加深入同埋細緻嘅阻塞，一切都係 block 咗，所以身體有產生問題。咁我哋亦都可以用動作去推動氣血去通翻嚇，所有動作都係好簡單容易嘅啫。亦都係同中心去做一啲證書課程啦，培養一啲氣功教練啦，同埋能量治療師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嚟傾下偈。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大家好，我係 Jessica， 係翱翔心靈同埋翱翔星光嘅創始人。恭喜光行者中心25週年嘅紀念，恭喜 Santa 咧，佢創辦咗呢個中心之後咧，一直都做好多身心靈嘅課程。我哋呢一輩嘅治療師，其實全部咧都喺光行者中心上過好多課程，喺嗰度我哋學習連結自己，學習淨化啦，學習改變啦，學習連結他人啦，連結宇宙。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身心靈嘅道場，咁培育咗好多身心靈嘅導師，成為咗我哋嘅搖籃，而喺香港都享有盛名。咁同埋都幫助咗好多人。Santa 咧係一個好有活力、好有幹勁嘅，同埋好有理想、好有大愛嘅人，先可以將光行者中心去維持咗25年，非常之欣賞佢。再一次恭賀光行者中心25週年致慶，祝繼續發光發熱。大家好，我係善美 Tiana， 我喺香港係做華德福教育嘅。咁喺過去20多年嚟咧，其實都係做緊幼兒啦、小學啦，同埋係有啲唔同嘅需要嘅小朋友工作，同埋家長嘅教育。咁我其實同光行者中心嘅緣分咧，係喺2000年開始。原來今年就係佢哋25週年紀念咯。所以喺佢哋啱啱喺諾斯佛台創中心嘅時候咧，就係喺我去澳洲讀書之前，讀呢個華德福教育之前，咁咧就係買咗佢哋一套塔羅牌。帶埋去澳洲，咁一直到翻嚟，後來就認識埋阿 Santa 啦。咁佢呢10幾年嚟咧，係好盡心盡力咁樣請好多唔同嘅老師翻嚟支持緊同埋滋養緊香港身心靈界裏面好多嘅導師啊，好多朋友。咁我喺呢度都有幫手做翻譯啦，又上好多堂啦。咁所以好榮幸可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同阿 Santa 佢哋喺呢度嘅緣分，同埋好深深咁祝福佢哋未來嘅發展，可以有更加多嘅光同埋愛帶嚟喺整個香港嗰度。恭喜光行者中心，亦都多謝光行者中心25年以嚟嘅堅持同埋努力。大家好啊，我係自由藝術工作者子嫣 Josephine， 見證住光行者中心由諾士佛台去到而家嘅利橋大廈。光行者中心一直以嚟咧，都係支援住香港嘅身心靈方面嘅需要。我自己由讀書嘅時候咧，一直都覺得咧，學校裏邊從來都冇教或者支援我哋喺身心靈方面上面嘅滋養。而光行者中心咧，正正就係補充咗呢一個部分嘅需要。真正嘅光行者係喺黑暗裏邊依然可以成為光源嘅人。希望光行者中心繼續成為我哋香港嘅愛與光。生日快樂！各位朋友，我係 Happy 咧，你睇下後邊呢個充滿光同愛咁正能量。我而家現場就喺光行者中心啦，好高興話俾大家聽咧，今年係光行者中心25週年。咁我好開心，我20幾年前已經識阿 Santa 老師噶啦，同埋咧上咗去喺國際好知名嘅老師，佢請嚟香港，我學咗好多課程啦，同埋好多嘅個人嘅諮詢，所以得到好大嘅療愈。咁我就想多謝 Santa 老師啦，同時就係恭祝呢個光行者中心繼續有 N 個25週年，讓我哋嘅身心靈得以提升轉化，係我哋香港人嘅福氣。係啦，多謝同埋恭喜晒。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嘅 JD， 喺呢度送上一句說話 Happy Birthday and Anniversary to Lightworkers Centre 25年啦！感恩喺25年前，光行者中心將賽斯資料帶嚟香港，
咁今天我仍然係集中學習同埋分享同埋實踐賽斯資料嘅一個人。咁我所以喺呢度好想送上一個衷心嘅祝福，相信光行者中心繼續喺未來嘅日子裏邊為全世界發光發熱。祝福大家，祝福自己。Thank you。大家好，我係 Sita， 你嘅人生優化師。喺2000年初，我就認識咗光行者中心嘅 Noe 老師同埋 Santa 老師。當年我係一個不斷尋找身心靈大師嘅學生，喺光行者中心，我認識咗嚟自世界頂級嘅身心靈大師，佢哋全部都係我嘅尊敬啟蒙老師。師傅引進門，修行都要靠自己。後嚟我去咗修行16年，出家5年，可能係我發嘅緣有關，上天又安排咗我返嚟香港，機緣巧合，我又返到光行者中心做導師，認識咗好多同修，一齊經歷咗好多珍貴嘅考驗。我好感恩一切嘅遇見，身心靈呢條路係返唔到轉頭㗎。而家我每一步嘅人生都充滿光明同埋愛。光行者中心25週年啦，喺呢度祝光行者中心生日快樂。Hello， 我個名係 Billy 啊，咁我係一個瑪雅嘅生活調頻師嚟嘅。咁我識咗光行者咧，其實冇25年咧，都有24年㗎啦。我係好耐之前咧，已經係前身匯水之心咧，已經係佢哋嘅學員嚟㗎啦。咁咧，我亦都係因為光行者啦，咁喺我自己嘅靈性道上咧，係有好嘅得着嘅。譬如直覺力啦，個塔羅牌啦，跟住有好多花老師啦，以前係一個台灣嘅老師嚟嘅，好短暫嘅。咁另外咧就係最近啦，喺疫情嘅時候咧，其實光行者亦都好咁樣咧，就即刻組織咧一啲無極莊啦嗰個，咁我喺嗰度咧就識咗我嘅老師。咁就一個好嘅老師，何家瑜中醫師啦，咁一路咧，而家一路咧都係有跟佢學習嘅。咁我亦都知道光行者咧，佢係而家最近喺香港咧，係好多人都知道佢啊。咁佢亦都係不遺餘力咧，有好多老師咧，佢都係引進嚟嘅。有本地嘅啦，包括我自己都有係教過瑪雅啦，喺光行者嗰度。咁佢所有好多嘢咧，佢都會接納嘅。咁亦都係有好多外國嘅啦嚟啦。咁就希望藉住25週年咧，喺呢個而家嘅能量，而家嘅世代咧，咁光行者咧再發光發熱，咁啊令到所有人咧都係找到自己。Hi，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阿 May， 咁我就係喺度祝賀光行者啦25週年嘅生日嘅，咁我都係好感恩啦，光行者可以帶領咗咁多嘅咁多好嘅老師啦，好嘅課程靈修課程俾我哋啦。咁我喺2年前咧就第一班就參加咗家排嘅，咁去到而家咧就係去咗參加咗4次嘅家排同埋2次嘅個案。咁哇，即係對我嚟講咧，即係好感恩啊！好多問題咧，其實喺我裏邊咧，我做咗好多嘅靈修啦，好多年啦，咁一路都解決唔到，同埋一啲堵塞位啊咁樣，一路都唔知點去處理，去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咁喺家排裏邊咧，我就睇到我哋一啲內在嘅動能。哇，原來有啲嘢咧，未必除咗我自己之外，未必關我哋事嘅。咁通過家排裏邊咧，我就睇得好清楚。同埋睇，即係好似以前咁講啦 ，to see to be free 啦。咁我睇完之後，我個人就會可以穿越咗呢啲內在幾代人嘅動能啦。
咁我哋幾代人都搞唔掂嘅嘢，咁喺呢個機會裏邊，我就可以穿越咗好多嘅障礙啊，好多嘅內在嘅堵塞啊、情緒啊，一啲唔知點解嘅狀態啊，咁樣我都可以去跨過去咯。咁我喺度祝福光行者啦，嚟緊有更加多嘅加牌啦，更加多嘅外國老師啦嚟到香港，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優質嘅學習啦，咁亦都可以有其他更加好嘅課程，令到香港人得到受益啦。咁喺度亦都多謝恭喜光行者喺未來更加向前行，嚟緊25、26、27、28、29、30、31、32咁樣，咁每一年都有好精彩嘅課程俾到我哋，多謝晒。Hello， 大家好，我個名叫 Derek。咁我喺身心靈嘅路上咧都行咗10多年啦。我記得咧喺7至8年前咧，因為我需要買光的課程嘅書籍啦，咁就有機會咧同香港光行者中心咧就結緣嘅。咁近2年啦，更加好榮幸咧就係參加到中心聯同 Martin Help 老師所舉辦嘅加牌課程啊。咁當中咧，我記得我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同埋解開咗好多長久以嚟嘅心結啊。咁我亦都見到我帶嚟嘅朋友啦，佢哋喺人生路上亦都得到好多療愈，同埋開展咗佢哋人生嘅新嘅一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係非常感恩 Center 同埋佢身邊嘅工作人員咧，係一直喺身心靈嘅領域上面咧係不遺餘力嘅，做咗好多好嘅事情啦，為大眾咧係帶嚟好多嘅福利嘅。咁適逢今年咧就係香港光行者中心25週年嘅成立啊！喺呢一度我由衷咁樣祝福你哋生日快樂，繼續喺香港嘅身心靈界可以推動更多，帶更多好嘅課程或者老師俾大眾，甚至咧令到我哋亞洲嘅身心靈嘅領域咧可以更加發光發亮啊！多謝你哋 ，Happy Birthday！ 繼續努力，繼續加油！大家好，我係 Wallace。咁今年係光行Center 帶領嘅光行者中心咧25週年嘅節慶，特此即係恭喜 Center 可以咁多年嚟維持嘅初心，亦都可以帶領光行者中心好成功咁樣將好多嘅新時代新生命嘅信息帶俾香港嘅朋友。咁回想翻10幾年前咧，我哋開始對呢方面嘅信息有興趣嘅時候，就揾到喺香港唔係嘅平台好多啦，咁亦都揾到Center 呢一個光行者中心。咁喺嗰陣時都上咗唔少嘅課程。咁即係我自己少少所謂心得啦，咁寫一本書，咁亦都Center 好支持啦。咁喺光行者中心嘅平台上，亦都得以接觸到一啲讀者朋友，咁亦都辦咗啲分享會咁樣。咁在此咧就希望祝願Center 繼續帶領光行者中心喺未來更加豐盛，更加將一啲新心靈新時代嘅覺醒信息傳揚開去，帶領一個覺醒嘅新時代。多謝。大家好，我係塔羅中心嘅小朱老師。咁好多謝 Lightworking Center 嘅 Center 邀請我去為佢哋25週年去錄呢個恭賀嘅短片。25週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而喺香港呢個經營成本咁高嘅地方咧，去經營一個新生命中心，亦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咁所以25週年實在係難能可貴嘅，可喜可賀嘅。咁Center 係我好多年嘅朋友，好多年嘅同修，大家盡在不言中嘅關係。咁所以喺香港呢個地方，實在需要有人去關心自己人嘅精神嘅健康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繼續加油啦，繼續努力啦，繼續把持自己嘅信念，令到呢個地方越嚟越好。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嘅 Alice Mill， 好開心 Center 邀請我錄呢個影片啦。點解呢？因為光行者中心25週年生日快樂啊！咁喺呢度咧，我多謝每一位光行者過往25年好努力咁喺香港呢個土地上面咧，將愛、光、豐盛同埋幸福發揚光大。好多謝你哋嘅貢獻同付出，
祝福你哋 Happy Birthday！ Hi， 大家好，我係身心靈導師 Milken， 恭喜光行者25周年生日快樂！喺呢段時間，多謝你哋邀請咗好多國際級嘅導師，同埋可以同你哋合作，願我哋可以將身心靈健康遍佈香港，遍佈世界。Hello， 大家好，我叫 Miranda 張，係從事理財策劃嘅。咁今日光行者中心25歲生日喎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咁我已經係識咗 Santa 啦，差不多有20年嘅啦。咁喺個過程裏邊呢，我亦都喺呢個中心上咗好多嘅唔同嘅課程啦，有生命密碼、塔羅牌啊、光啊。咁其實透過呢個唔同嘅課程呢，亦都俾咗我好多嘅人生嘅啟發啦，一啲信念嘅轉變啦，同埋格局嘅提升啦。咁亦都好感恩啦，光行者中心咧帶咗俾到好多人嘅愛啦，同埋支持，讓更加多人咧喺透過呢個中心可以更加認識到自己，攞翻自己內在嘅力量亦都將自己嘅尤其是我啦，亦都將自己學到嘅嘢啦亦都係同唔同嘅同學去或者係朋友去分享啦，而係有更加多嘅大家有更加多嘅進步啦，一個力量上嘅提升啦咁好多謝 Santa， 好多謝光行者中心 ，Thank you。你自己吸咗味度。Hello， 大家好，我係 Connie， 係一位身心靈導師。喺呢度咧，恭喜晒光行者中心已經25周年嘅生日快樂啊！恭喜晒 Santa。我識咗 Santa 都已經8年時間啦，一路以嚟咧，佢對我哋身心靈嘅後輩咧係好多提攜同埋好多分享噶。Santa， 恭喜晒呢個光行者中心25周年嘅 Happy Birthday！大家好，我係寶寶老師，喺香港從事教育20幾年。今日咧好開心，知道咗光行者中心25周年啦！1/4個世紀，一啲都唔容易，能夠靠住 Santa 老師佢哋一班用心嘅導師，佢哋將一份有愛嘅事業喺香港、台灣同埋世界各地去傳承落去，希望更多人得到心靈嘅支援、滋潤。同埋希望每一個人都開心快樂生活。咁喺呢度祝賀光行者中心能夠喺25周年入邊一切順利，開開心心。唔該晒大家。Hello， Lightworker Centre， 我係嘉文啊，恭喜你哋25周年嘅紀念日。咁我記得我應該起碼10幾年前。已經認識阿 Santa 同 Lightworker Centre， 當時有參與佢哋一啲嘅課程啦，光的課程啦，Beyond 嘅課程啦，我諗應該仲有唔同嘅課程。佢亦都之後為我去舉辦咗一啲課程，咁去貢獻俾香港嘅身心靈界啦。咁祝呢一個 Lightworker Centre 咧25週年咧有更多嘅貢獻俾香港人，令到大家咧更多喜悅、更多成長、更多開心快樂、健康。咁就亦都祝福香港啦，身心靈界所有嘅人咧都繼續嘅去享受自己嘅生活啊，無論喺邊度都好。恭祝大家，多謝，拜拜。Lightworker Centre Happy Birthday！ 25週年嘅生日快樂！咁我就即係同Lightworker Centre 個關係係好深啦因為25年前咧係同 Santa 佢哋我哋係一齊創造呢個地方嘅個前身啦。即係喺一個Lightworker Centre 係一個好有使命我覺得好幸運。依家雖然唔係即係佢嘅股東，不過我就喺呢度成長，喺嗰度咧識咗好多心靈嘅朋友我真係覺得好好彩咯香港有一個咁樣嘅地方，
所以咧就祝福 Lightworker Centre 可以繼續落去，即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即係為眾生服務所有嘅老師、同學、朋友們，希望佢永永久久。Happy birthday, Lightworker Centre! Hello, Happy birthday！ 光行者25歲啦，生日快樂！25週年係一個好值得慶祝嘅日子所以我喺呢度咧都恭喜，將我嘅祝福同埋將我嘅愛咧係送俾光行者中心亦都想表揚阿 Santa 為喺呢個身心靈界係作出好多嘅貢獻嘅，係啦。咁我係 Manna 啦有啲人叫我做貓貓。就我係由一個光行者學生啦變成咗 partner 嘅，咁而喺呢段時間咧，好高興就係喺光行者中心咧，我自己都有好大嘅成長咁同時間咧就係恭祝 Santa 係一個好快樂、好喜樂嘅日子，都為你而驕傲給你一個大大的讚。係咁，我嘅背景咧喺呢個係叫大刀人，再過啲就係叫做大霧山咁我想借住呢個大霧山咧，今日係真係大霧，因為都山頂都睇唔到啊，仲係好多霧冚住咗嘅。咁我想用呢個大山咧，就係形容光行者中心。光行者中心喺身心靈界係一座大山，係啦，就好穩啦，係啊，同埋就係可以帶領大家高瞻遠矚，遙瞰天空。係啊，今日黃昏個天都好靚，好多雲咁可以俾大家欣賞一下先。OK 啦，咁好開心嘅事咁我哋大家一齊祝福祝願光行者中心越嚟越好，同埋作更加多嘅貢獻。咁祝願Santa 可以將你嘅光同埋愛咧，唔單止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擴展同埋分享去世界各地。恭喜！以茶代酒我杯茶喺嗰度好啦，不過唔好阻止佢，唔好等咗咁大家咁耐啦。Congratulations！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Jackie 啊，我係香港光行者中心股東之一。今次咧有榮幸咧錄一段視頻咧，祝福光行者中心25週年慶。我大概喺10幾年前同光行者中心結緣，成為咗股東之一。咁亦都嗰陣時我生活喺上海8年嘅時候咧，喺光行者中心都有做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做一啲中港兩地嘅合作，同埋一啲國際嘅遊學咁樣嘅。咁我自己咧喺呢個平台嗰度學習咗好多，認識咗好多身心靈令我啟蒙嘅老師，好多都係國際嘅大師。咁呢段時間啦，學習咗好多關於冥想啦、提升直覺啦，同埋個人成長嘅課程啦，令到我可以真真正正打開個內心，同埋同更高嘅能量連接。我自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係收穫好大嘅喺個人成長方面。咁而家我生活咗喺布吉島，繼續咧喺呢個世界貢獻。咁嚟緊咧，可能我哋會推出更加多嘅國際遊學，去成為香港嘅一個帶領者，令到香港嘅身心靈界，因為光行者中心，因為我哋可以出一分力，繼續發光發亮，成為 Light of the World。恭喜 Happy Anniversary！